PLG 职业篮球新竹街口的公城赛约，进前宣布讲甲后卫林秉胜签约，也毋过才一天的时间，林秉胜就破文讲伊未加入。林秉胜有可能是搁互T1联名吸收。球队今仔指出讲，若是签约了后又搁变卦，这个例一开哦，未来联名互相抢人的情况就会愈来愈严重。面对这期林秉胜甲红点名T1联名的球队，目前是还未回应。伫官方人面册宣布 T1 职业篮球名册后的林秉胜要加盟 T 联名职业篮球新竹街口公城赛队，还阁做宣传的影片。想袂到了后，林秉胜煞伫伊个人的社群发声明，讲无要加入，引起球迷讨论。林秉胜的做法，互公城赛队是真好接受。18甲南洋立委举行记者会，对林秉胜的做法表达遗憾。不知道为什么到最近这1-2周，他突然又说，他想要去另外一个球队。那其实，在这些种种的发言，其实让我们感到满头的问号，还有一些遗憾。提出 T1 职业篮球名册后的林秉胜甲因拍契约，强调讲伊要加盟 T 联名职业篮球新竹街口公城赛队，合约生效的日期是9月7日。立委认为讲 T1 联名内底有另外一支还未成立，毋过有大公司支持的球队，已经甲林秉胜恶过啊。立委批评这种恶意恶人才情形，若是无解决，未来这种情形恐惊是一直出现。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做，这个对将来，2个联盟的发展，对整个台湾的篮球运动的推动都不是很健康了。职篮的2个联盟，还有这个中华篮协，基于这个利害关系的一个角色，应该能够共同来拟定妥适的一些运作机制。体育署表示，职业篮球运动牵涉商业机制运作，而且篮球协会斗3工协调，看安怎来化解问题。原本中华篮球协会有受到邀请出席，买手却是无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